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，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上午11點，位於南海中北部嘅熱帶低氣壓，集結香港之東南偏南約57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17.8度、東經116.9度附近。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12公里，逐步增強並靠近廣東西部沿岸。睇大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55公里。該熱帶低氣壓環流較為細小，預料會喺今日日間與香港保持約500公里或以上嘅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該熱帶低氣壓會逐步增強並靠近廣東西部沿岸。天文台會視乎該熱帶船嘅強度、其強風區與本港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喺明日初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預料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日間極端酷熱，市區氣溫喺35度左右，新界北部可達38至39度水平。隨住該熱帶船靠近，明日本港風勢逐漸增強，天氣漸轉不穩定。星期一風勢頗大，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風暴潮影響，星期一早上沿岸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日間極端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5度，新界北部可達38、39度水平，吹微風，稍後漸轉吹清勁東至東北風，海有湧浪。展望明日風勢逐漸增強，天氣漸轉不穩定。星期一風勢頗大，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星期二仍然有驟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平均風速為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喺上午11點，熱帶風暴塔巴集結香港以南約390公里，即係北緯18.8度、東經114.4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約14公里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增強。睇大船路徑圖，塔巴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5公里。喺過去2-3小時，塔巴開始轉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動。隨住塔巴逐漸靠近，本港風勢將逐步增強。3號強風信號會喺今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塔巴會繼續增強，喺明早於香港西南邊200公里左右掠過。由於其環流較為細小，天文台會視乎其增強速度及最接近本港嘅距離，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晚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預料本港今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稍後雨勢頗大。明日仍有狂風大驟雨，初時風勢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風暴潮影響，明早部分沿岸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。喺過去1小時，昂坪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50公里，最高陣風超過每小時70公里。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偏東風，今晚離岸及高地吹烈風，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初時風勢頗大，星期二仍有驟雨。本周中後期天色好轉，驟雨減少，漸轉酷熱。睇埋過去1小時最高陣風，有大部分地區錄得強風程度嘅陣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吹東南風，
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喺下午10點，強烈大風暴塔巴集結香港之西南偏南約250公里，即喺北緯20.1度、東經113.5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。下一帶順路鏡頭，塔巴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0公里。過去數小時，塔巴繼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並有所增強。按照現時預測，塔巴會喺明早日出前後於香港西南面200公里內掠過，隨後喺廣東西部登陸。除非塔巴採取更接近珠江口嘅路徑或顯著增強，否則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嘅機會較低。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早11點。預料本港今晚及明日風勢會進一步增強，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天文大潮及風暴潮嘅共同影響，明早本港西部沿岸嘅水位會升得比平常高，部分低洼地區可能會出現水浸，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。喺過去1小時，昂坪、長洲及青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2、56及46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83、67及57公里。預測吹強風至烈風程度東南風，高地達暴風程度，密雲，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氣溫介乎25至29度。明日稍後轉吹偏南風，風勢逐漸減弱。展望星期2仍有驟雨，初時雨勢有時頗大。本周中後期天色好轉，驟雨減少，漸轉酷熱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至風暴消息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預料本港平均風速為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喺下午3點，熱帶風暴塔巴集結香港之西北偏西約250公里，即喺北緯22.9度、東經111.8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橫過廣東內陸。下一帶順路鏡頭，塔巴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5公里。塔巴繼續移入廣東內陸並遠離本港，預料本地風力會逐漸緩和，但初時仍然普遍吹強風。本港西部離岸及高地風力間中達烈風程度。3號強風信號將會喺今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。當塔巴對本港嘅威脅進一步減低時，天文台會改發1號戒備信號，或取消所有熱帶船警告信號。塔巴嘅雨帶今日會繼續為珠江口帶來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預測吹強風程度偏南風，初時本港西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，風勢逐漸減弱，多雲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海有大浪及湧浪。展望明日仍有驟雨。初時雨勢有時頗大，本周中後期漸轉天晴酷熱。睇埋過去1小時最高陣風，有部分地區錄得烈風程度嘅陣風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